有鬼没？下一个。有没得时间呢？是。那个。我超想我。来分享客家生活团嘅子弟哈，副团长哈，我是唱歌的哈在电视台哈唱客家诗歌啊，今日来到客家庄来分享安尼嘅诗歌哈，有客家嘅好消息哈，陈建州牧师哈，陈吉光哈，吉光老师咧行动诗人啦哈，其中嘅迄香火房嘅阿叔老安尼出来好冇哈？就是乡村啦，哈，外面乡村啦，哈。人生活方方面，他摆哈，也是，佢就以前个人嘅出库地度呀，最多，原来讲做成呢，来分享安尼诗歌哈，一位老师啦哈，伊个姑娘哈，跟迄美国来嘅博士啊哈，中医博士哈，来请陈建州牧师哈来讲发基线的唱山歌哈，唱诗歌哈再给他朴树。好啦，把人家都冇人哋好卡喎。冇人講咗啦，我已講咗講啦，夾硬要現來啊，我現做一行係現嚟冇人哋好卡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收份还可以的呀。冇，你今天路线你哥没有来。你有来过？上次对，那个是他哥啊。对。像。现在是否变身化？他比较像哥哥。这样啊，台湾新一台，他喺呢個呢種千座居民版來台灣200年前居民所有的廣告一個是算是18阿叔睇係兩歲，太好看了對啊！对啊，所以两岁没中央很难说。係啊，中央你睇佢先嚟衝佢先嚟第一條線嘅，那然後趁住衝過，佢再嚟搞也唔免挨見哈，臨時加落哈。按好啊。係拼音都是加落哈。